歡迎你翻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關鍵躍升》，作者係國內著名諮詢師劉潤老師。之所以講呢一本書，係因為佢聚焦一個職場之中極為重要嘅問題：點樣從個人貢獻者成長為團隊管理者。咁當中唔單止係升職或加薪嘅轉變，更加係一次心智上嘅成熟。作者就用咗兩個核心公式，清晰咁拆解咗管理者需要具備嘅能力模型。呢一啲公式唔單止適用於大團隊，更加適合用嚟管自己。正如管理學大師 Peter Drucker 所講，管理係從自我管理開始。每一位知識工作者都係自己嘅管理者。咁呢一本書啱邊個睇呢？所有職場人都啱。如果你係基層員工，呢一本書能夠幫你從管理者嘅角度看待問題，係一次提前嘅視野提升。你會更加理解到管理者嘅決策邏輯。未來如果你想行上管理崗位，而家就係一線崗位開始鍛鍊領導力。如果你係新上任嘅管理者，呢一本書能夠幫你完成視覺轉換，從執行者去到管理者，係職場一次躍升。好多人升職之後仲停留喺親力親為，但係就忽略咗管理嘅核心係提升團隊整體效率。呢一本書能夠幫你快速進入管理角色。如果你已經係資深管理者，呢一本書就係一個絕佳嘅培訓工具。從成長自己行到成就他人，係管理者嘅進階使命。你已經好犀利啦，不過團隊更加犀利，先至係你真正嘅價值所在。無論你而家處於職場邊一個階段，關鍵躍升呢一本書都能夠為你提供成長嘅方向同方法。咁呢一本書到底講咗乜嘢呢？劉潤老師用兩個公式將管理講得非常清楚。我認為其中第一個公式係全書最有價值嘅部分。呢條公式係咁樣嘅：管理效率等於動力乘以能力乘以溝通乘以協作。呢一條公式犀利嘅地方係佢完整咁拆解咗管理者需要解決嘅4個核心問題。你要讓一個團隊高效運轉，就要問自己：第一，大家有冇動力做呢一件事？第二，有冇能力去做？第三，溝通係咪順暢？第四，協作機制係咪有效呢？更加精妙嘅係呢一條係乘法公式，唔係加號而係乘號，意味住任何一項歸零，整體效率就歸零。你唔能夠淨係靠其中一項好強去彌補其他嘅缺失，每一項你都要有，否則你再勁都推唔到結果出嚟。而且呢條公式唔單止適用於大團隊，亦都適合用嚟管理自己。當你遇到一件事棘住嘅時候，可以用呢4個維度自我診斷：我到底有冇做呢件事嘅動力呢？有動力嘅話，有冇能力呢？如果能力仲唔夠，我有冇主動溝通尋求幫助？最後有冇設計好協作機制，將件事推動起嚟呢？通常問題棘住呢，就係邊一項當中變成咗零，但係我哋唔知。你只要揾出嗰個叫做零嘅環節，將佢激活，事情就可以重新咁流動起嚟。呢一個就係公式最實用嘅地方。書裏邊提到嘅第二個公式係：你嘅價值等於團隊價值乘以開括號管理效率減自然效率閂括號。咁係咩意思呢？劉潤老師用咗一個簡單嘅例子嚟說明。如果10個人被佢安排種樹，冇組織，各有各做嘅話，一日只能夠種到20棵樹。但係你作為管理者出現之後，透過分工協作，讓佢哋能夠種到80棵樹，咁多出嚟嘅60棵就係你帶嚟嘅價值。如果一棵樹能夠賺100蚊，咁你就係創造咗6000蚊嘅價值。呢一條公式提醒咗我哋兩件事：第一，你嘅價值係來自於你讓團隊變得比自然狀態更加高效。其中靠嘅就係前邊提到嘅4個要素：動力、能力、溝通、協作。利用呢4個工具提升團隊效率，就係你嘅價值所在。第二，團隊價值本身都好重要，你要識得揀人，識得培育人，仲要識得淘汰唔適任嘅人，讓成個團隊嘅綜合能力變得更強。同時間仲要睇下你將呢一個團隊放喺邊一個行業、邊一條價值鏈上面。例如同樣都係同一班顧問，你叫佢哋服務 AI 公司，創造嘅價值就會比服務一個落後嘅產業嚟得更加之高。所以團隊價值係一種選擇，係揀啱人、揀啱方向，而管理效率減自然效率就係你嘅操作手段。呢兩條公式加起上嚟，就係劉潤老師俾我哋嘅管理底層邏輯。你理解咗佢哋，亦都能夠真正理解到底乜嘢係管理。同兩個核心公式相配套嘅係加入創業家會員，
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。成為會員，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，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，人工智能、網絡營銷、團隊管理、個人能力，全部一次過學齊。我哋唔止教知識，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，互相督促，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、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、超過300本讀書精華、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，每年3次個人諮詢，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。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，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哋營運，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，